啥物代志，你讲讲啊。多谢。相公，是你。文秀，文秀，我可是上天以后，你无要搁插我。我本来是做想我插你，你先互我做失望，上冤枉，竟然是你用讲的。啊？阳光要做上官啊？想要看阳光的人，戆头戆脑，不条只是戆人戆口。相公，你放心，既然我已经嫁予你，我一定会等你。希望你出来会当重新做人，唔通搁做一寡为非善错的代志。你放心啦，我即摆出来时阵，我绝对会好好做人，袂互你失望啦。相公。哟哟，好，多谢多谢，啊，你拢来哦，啊，等下就已经叫来恁还请嘞吼。来咯来咯，叫拢来了，来了。哎，有哪呢啊？啊，时辰都已经到啊，哪会钟番爷还未出现啊？有啊，应该是差不多要到位啊，哪还无看人？嘿，啊，对，阮大姊是毋是还咧困？什么还咧搁咧困？即摆什么时阵啊？伊吼还搁咧抹粉、洗妆打扮呐。哈，还搁咧顾无？哦，啊，昨自透早就开始顾到咧迄顶表要顾好无？哦，查某人爱水啊。哦，我紧甲叫出来。啊，阿姐啊，内面啊，阿姐哦，啊，嘛紧出来。哦，啊娘喂，这哦，今仔特别水哦。请问，我安尼装有水无？阿姊，你今仔日安装，较收影吼，甲平常时拢无共款啦。本来就是应该安尼啊。阿姊，我即摆身份无共款，我是状元夫人呢。我的打扮爱甲别人无共款，举止行动呢嘛爱真大段。是啊，拜托你哎哟，有影有水水甲垃圾鬼哦，迄两边敢若去互什么拖拉骨整着咧，甲整甲敢若袂出面骨咧。你是状元夫人呢，你为安尼，互看着敢会晓鼓励啊？你放肆啊！你是歹一个啥？安弟啊！控诉也袂开啦，好啦，好，你若欢喜就好。我状元夫人，我装安尼对啦，你是万万啦。好，你欢喜就好啦，哈。叫我俩回府啊，来啊，叫我俩，调好。参见状元爷。请去。多谢状元爷。牛囝，我已经成功倒转来。相公，牛囝，相公，牛囝。哎呦，唔是啦，唔对啦，你即马已经是状元了呢，应该要是我听你才对啦。好啦，我咧惯势啊。对啦。哦。相公，我就知影，我头一摆看到你的面的时阵哦，就知影讲啊，你是一个状元面。你即摆已经成功倒转来啊！牛囝，你真好看，但是我的面会疼。这有啊，不，状元爷啊，拜托，要做三棍嘛，较暗的。哦，这人遐济，所以人内底一大阵要等你开刀讲的。啊，非常感谢吼，咱注意乡亲吼，替我来听下。来，咱府内吼有准备咱这个澎湃这个酒菜伫的，来，咱入来畅饮庆祝一下。好，来，大家拢来，好，辛苦，好，来，大家来，大家来，好，嘿，哎呦，你是要我创啥啦？点啦？哦，今日甲你出头。哎，拜托的，到厝内莫好甲恁甲比人比赛好无？啊，我无安尼弄，你会放我出来啊？你实真惨呢！我都要赶入去吼，内面食青草呢，哈！你食你的青草，啊，恁着看我会当入去无？对无？哎呦，恁哪样讲？有啥物代志哦？你放心，咱等阵你来青草甲裱饱吼，啊，我再叫工人吼，从你果子遐乌青青的，啊，你分配啊，回归你的本尊，安尼好无？哈，分配我的本尊，我嘛是无法度通恢复正常。迄古早已经去互囤起来遐尼久啊，我的肉体已经拢油鼓鼓去啊。搁再讲吼，
即摆即个运府吼，我袂当入去啊。啊，你讲社会的时，你现在袂当入去。人个量讲的是皇上亲赐的这个状元爷呢，伊这官这么大哦，迄官大，我这孤魂野鬼哪有法度哪入伊的大门啦？哎呦，那这点我也袂想到。嗯，少年，无安尼啦。规矩我来甲含状元了后，参上看卖，看挽救的机会无？啊，你等我安尼好无？好啦，去参就去参啦好，。你等我。参胡椒啊，参盐，参味素，拢无路用啊啦。参上啦，参上我就等怨叹啦，卖怨叹啦。我要来讲卖怨叹啦。你，哎哟，啊哪袂你尔哟？咱同创的了，咱是为只当冲的尔。我若看到你迄边受气到你这个马仔报的名，就想讲要甲你夹一块肉起来。莫安尼啦。啊，咱200多年前的交赛，你今仔日还佫摕起来咧批？我读册未读比你较慢，是安怎我会状元考袂调，拢去互你摕去？莫安尼啦，莫佫受气啊！所以我今仔日我专工吼，头一项要来甲你下死咧，啊，第2项是讲吼，要带你来去转世投胎。是安怎着佫转世投胎？啊，就安尼啦。你即摆吼去转世投胎，啊，你排头一名的，吼，啊，你即摆佫甲人定考状元，迄状元你一定会互你考到的。我即摆佫互伊去投胎转世，煞来再佫去考状元，啊，我毋着爱佫等30-40年后。总比你即摆咧做孤魂野鬼较好啊，对毋对？我甘愿来去做孤魂野鬼，陆地若袂当做孤魂野鬼，我来去海上做一个流浪的孤魂野鬼，来去行船的人伊。我哪会安尼有法度通去教一个状元学生考到状元？啊，我这个状元会先生的人，哪无法度通考到状元？真正人咧讲，有状元学生，无状元老师呢吼。哎呦，所以哦，你有所不知啦。我甲你讲，虽然讲哦，你学问真饱，对毋对？但是哦，你袂晓变巧，所以这就是你失败的所在。我哪会袂晓变巧？你唔相信？唔相信。安尼好，我即摆佫甲你考一个，好，看你会晓变巧啊袂？好来，好，要去啊！天顶落雨，雨变水，是安怎？咱要讲落雨，无爱讲落水。奇怪呢，即句话都袂输，敢若阮200几年前捌讲过啊！啊，这个题目都我出的。来，要甲你回去啊！来，注意听，做你来。咱人食饭落肚，饭变屎，那无爱讲食屎，要讲食饭。对，当当时你若会晓变巧，因即款的话啊，状元就是你的啊啦。咦，煎鸭。